当然，来看一个抗争的画面。这个伫仑培乡大友村内呢，有业者要起新的鸡寮，这引起在地人呢真侪人不满甲反对。烦恼讲日后影响到这个日常的生活环境，所以讲做到这个起这个鸡寮的地点去抗议。农业处表示讲，会继续协助业者甲地方的沟通。 乡亲有被报调，大声表达因的不满。仑培乡大有村民前后饲鸡业者要伫咧遮起新的鸡条，烦恼会有鸡屎味，会影响到民众住的所在。当时嘛向县府农业处交订证书，希望相关单位准问这件代志。南方若透，大有人无在度生存，所以讲，阮今仔日才做这个抗争的行列吼。啊，农业处特产科讲，这座新起的鸡条有通过县府审查，对大有村民的诉求和烦恼，因会继续协助业者和地方沟通。我们都有倾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收到陈情书之后，我们会希望双方就是在尽量做一个沟通啊，尽量取得双赢。村民对鸡条的烦恼用行动来展现因的心声和不满，啊，希望业者会当和地方民众继续沟通这件代志，来提出相应的办法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